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太阳超级好，这个阳光非常漂亮。我正好就翻到了我之前买的一套白色的套装，很好看，尤其在太阳底下，就是有一种那种曝光的美。它整体是米白色的，它是一整套的，上面是一个小上衣，下面是一个裙子，它有点像那种小白花的感觉。整体这个衣服其实穿上去显得整个人非常干练，那干练中就又夹杂一点清纯的感觉。它的上衣是一个圆领的无袖的，做的是这种有点小飞袖，它是可以帮我们把肩颈包住的，就这一块，如果你的肩颈比较厚，它其实还是可以起到一个修饰作用的。腰这里是做了褶皱设计的，那种慵懒的感觉。像这个裙子我很喜欢，这个裙子你也可以自己去搭，包括这上衣搭裤子也很好看。这个裙子它的垂坠感非常好，它两个都是这种薄薄的那种针织面料，这个垂坠感真的我很喜欢，整体就很顺，而且我已经穿了一段时间，你看它这个走线都是非常好的，就不用害怕说是你针织的这种突然一条线断掉，整个裙子会散开，这个针脚都做得非常好。而且很齐，这个褶没有说是那种弯弯曲曲的感觉，你这样看它好像没有什么，其实它穿在你的身上就莫名的很好看。上面这个衣服它是偏透的，它整体的料子用的其实是蛮薄的，所以大家在里面穿内衣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个稍微肉偏肤色一点的，不会透的内衣。連呼吸新鮮空氣